咱國軍漢光42號演習特別開始，全台灣各戰區後備教調部隊是展開調集訓練，也佇咧台南的步兵137旅摕到美國的 M4A1 卡賓槍，專家就分析講這會當協助國軍快速建立戰力。它跟動可以大同小異。配合漢光42號演習，國軍第4作戰區隨意佇台南實施14天的步兵第137旅全旅動員教調，每一人攏配美元的 M4A1 步槍。之前這個呢，佇咧海軍陸戰隊有看過，之前後備部隊攏是用 T65K2 加 T91步槍。它的精準度是相當不錯，但是它積碳或者是的問題會比較嚴重一點，所以說那個部隊在使用的時候，它會需要比較經常的去清潔。它是等於說是軍援台灣，那這個用意在哪裡？這個用意在於說，比方說我們現在正在生產新式的 T112步槍，憲兵已經換發，那陸軍也正在換發，有可能在緊急補強戰力上面可以立刻使用來那個軍援取得的美軍步槍去配備給這些還沒有優先撥補到新型步槍的單位。軍事專家柯蒂上講，配 M4 卡賓槍，除了會當降低國內軍工生產的壓力，性能差不多的美元步槍會使國軍較緊建立戰力。因為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也閣立法院也未通過，行政院頒布的國防預算本來按算計佔 GDP 3.32%，不過經濟表現和 GDP 向上修正，預算閣被刪減，所以恐也無到3%，學者擔心會讓人認為台灣無防衛的決心，和咱的國際信用變賣。特別的是，當北約國家國防預算要提升到 GDP 3%，那波蘭甚至接近5%，德國也大幅的增加國防預算，英國也提出他們的這個類似特別預算。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可能要強化跟社會的溝通，還有國會的溝通，爭取支持。明年度的總預算，行政院版本有可能在這個月決定，要拼國防預算佔 GDP 3%的目標。學者蘇志芬講，提高國防預算除了增加國防實力，也讓讓軍用技術轉移到商業市場。尤其面對強軍的威脅，中國海警最近又國講要佇咧台灣東部的海峽進行常態化執法審查。美國國務院批評中國安尼行做是破壞穩定，叫北京停止對台施壓，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根據咱國防部上新的台海周邊動態，隨日早起6點到初二，偵測8台強艦、2台公務船、5台次強機，其中3台次也閣飛過海峽中線。國軍強調會繼續嚴密監控應對處理。記者綜合報道。